2009年6月26日深夜，广东韶关的港资旭日玩具厂发生暴乱，5000多名汉族民工围攻800多名维吾尔民工，汉族工人将矛头指向维吾尔工人，攻击了对方，造成多名维吾尔人遇害，几百人受伤。伤者多数为维吾尔人。目击者称，袭击发生在夜班时间的凌晨12点30，汉人暴徒冲进维吾尔宿舍，开始不分青红皂白的一顿毒打。网上的现场录像显示，汉人野蛮袭击维吾尔人，追着他们满宿舍跑。维吾尔族人声称，当局没有保护维吾尔工人，也没有逮捕任何参与殴斗的汉族人。他们于7月5日在乌鲁木齐组织了一次街头抗议，表达他们的不满，并要求政府进行全面调查。示威以和平方式开始，但是中国政府出动了武装警察加以应对。韶关事件11周年之际，中国当局继续对维吾尔人进行种族灭绝和文化大屠杀。来自土耳其普通律师事务所的100名土耳其律师已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提交一份关于东突厥散的请愿书，起诉中国对维吾尔人的镇压。法律和意见论坛发表的声明说，申诉和申请已提交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这份12条的请愿书提供了中国在东突厥散镇压维吾尔人的事实证据。声明说，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已经收到他们的请愿书，并已开始诉讼。一名维吾尔大学教师在中国集中营遭受酷刑，在拘留期间死亡，尸体移交给了家人。埃克热姆麦美提是东突厥散吐鲁番人。大学毕业后，他于2012年前往土耳其，在安卡拉大学语言、历史和地理学院攻读硕士学位。他于2016年返回乌鲁木齐，曾在新疆教育学院工作。最近有报道称，他因在土耳其学习而被中国当局非法拘留，并在集中营遭受酷刑并死亡。近年来，中国当局将数百万维吾尔人拘押在集中营，其中包括不少的大学教师和知识分子。美国国务院宣布对破坏了香港高度自治和限制了人权的中国共产党官员实施签证制裁。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一份声明中宣布，对被认为破坏香港高度自治或对破坏香港的人权和基本自由负有责任，或是共谋参与破坏的现任和前任中国官员实施签证制裁。中国将于下周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议，预计会议将通过新的港版国安法。国务卿蓬佩奥说，总统特朗普承诺要惩罚对剥夺香港的自由负有责任的中国共产党官员。今天我们正在为此采取行动。然而，声明未提及任何具体人名，以及他们将面临何种美国签证限制。上月，美国认定香港不再享有足够自治，总统特朗普宣布逐渐取消美国给予香港的特殊待遇，或将终止香港贸易关税优惠等待遇。联合国备战巴勒斯坦领土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林克发表声明，督促欧盟利用其经济影响力、外交专长以及在援助、贸易和投资方面可以施加的砝码，阻止以色列迫在眉睫的吞并约旦河西岸和约旦谷部分的地区的计划。他指出，7月1日之后的吞并计划是以色列过去几十年来对巴勒斯坦和阿拉伯土地非法扩展主权的延续。只不过在当下，国际社会对严重违反国际法的行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更加警惕。美国国会众议院当地时间26日表决通过法案，将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设为美国第51个州。在当日的投票中，323票赞成，180票反对。首都华盛顿特区在国会参议院和众议院均没有席位。华盛顿特区一直以来属于民主党阵营。如果将华盛顿设为州，华盛顿将获得2个参议员席位和1个众议员席位。